好，来继续来看桃园的警方针对无照驾驶加强处罚。为3月16到4月15一个月期间，总共处罚1460件，其中有156件占一成是未成年。讲这个无照驾驶造成的交通事故，而未成年的部分，警方强力处罚有成效。今年的1月到3月，已经比去年落降3.3%。半暝改装的机车咧驾车，桃园观音区乡亲和因声吵甲困袂去，报警展开围捕。另外一边，伫罗德区，某人将桥卡的车道当作比赛车路伫驾车，警方得到消息了后，到现场去开单，大家拢走互警察用。批车族扰乱安宁案件有够多，为是未成年还是无驾照。未成年因为不熟悉交通安全规则，岂无足够安全防御驾驶的观念，常伴随着闯红灯、逆向行驶、超速等违规行为。桃园警方将未成年甲无驾照的列为重点，为3月16到4月15，总共处罚1460件无照驾驶，其中未成年的就156件，占超过1成。除当场禁止其驾驶外，监护人同时施以道路交通安全讲习，并依照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85条之2的规定，现场一致保管车辆。依照警方统计，2014年无照驾驶的交通事故内底，未成年占14.7%。经过加强处罚了后，今年1月份到3月份，未成年的占比降到11.4%。另外，强化处罚专案1个月期间，占比金额降到9.6%。警方透过扣留车辆等手段，强化执法的作为。防止驾驶人被开单了后，又搁无照上路去伤着无辜的人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